报道。我是主播汤美玲，我是主播罗佩涵。美玲，4月4日就是儿童节了耶！对啊，校长3月31日准备了特别的礼物哦。哦，是哦，就是去日新岛和薰衣草森林。对，我还有去那边吃冰棒，还有冰淇淋哦。你就只知道吃冰。校长说这是走读头屋。什么是走读头屋啊？让我们来听听校长怎么说。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小朋友？头屋国小。今天我们头屋国小呢，毕业班的同学我们进行一个绿园寻宝、走读山水的活动。我们刚才一路从日新岛走到这个薰衣草森林欣赏我们头屋的后花园才知道说我们家乡其实漂不漂亮？漂亮，非常美的。那另外呢，今年的儿童节是我们6年级同学最后一个儿童节了，对，我们就告别童年抓住童年的尾巴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是，刚才我们都到上面去写了什么？许愿卡。然后我们敲了什么？许愿钟把我们的梦想写在卡片上，然后呢，也借由许愿卡、许愿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可以立定志愿，写下梦想，让梦想起飞，许自己一个光明的未来也祝福我们所有6年级毕业班的同学鹏程万里幸福快乐。头国小棒不棒？棒！下次真希望能够去薰衣草还有日新岛玩。对啊，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儿童节庆祝活动，还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哦。让我们交给校园的特派员吧。庆祝大会节目有，首先是由5年级带来的热歌劲舞表演，再来是4月份的小寿星，校长送他们一个蛋糕和一张小卡片，祝他们学业进步。再来就是由乡长、校长、会长送的儿童节礼物，礼物是杯子和书架，颇受大家的喜爱。再来就是3多摸彩，大家希望自己能摸到最大奖。节目最后是同学帮文状元加油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拿回状元。校园特派员陈伟杰报道。谢谢校长、会长还有乡长带给我们美好的儿童节。只可惜我们今年就要毕业了。罗佩涵，你知道今年当选全校模范生，你知道是谁吗？知道啊，是赖佑成，他看起来很老实哎。那我们来听听赖佑成对儿童节的想法吧。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就是当选上学期全校模范生的赖佑成同学，我们访问他有何感想？请问你当选全校模范生有何感想呢？这次当选这个全校模范生非常感谢我的同学帮我拉票，帮忙我，也感谢老师们的青睐与重视，非常感谢同学与老师们的帮助。这次就是你最后一个儿童节了，请问你在头屋国小6年有什么回忆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回忆这个呢，我想到从1年级刚踏进这个国小，非常觉得陌生，都需要爸爸妈妈陪伴，但现在已经不需要，甚至能自己过来国小玩的意思。好，那你的志愿是什么？我志愿是想当警察，让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安详一点，不要有太多的灾难发生。好，我们谢谢赖佑成同学。明天就是儿童节了，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刚入学的范雅柔同学，我们来访问她吧。请问你喜欢在头屋国小的生活吗？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玩。好，那你收到儿童节礼物了吗？那你收到什么呢？茶杯和书架。那你喜欢这些礼物吗？喜欢。为什么？
因为看书很方便。好，我们谢谢范雅柔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儿童节快乐！头屋国小校园特派员黄露琴。哇，杨妹妹她好可爱哦！她说学校很好玩呢，我也觉得学校很好玩。那我们来听听师长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吧。我们邀请到了江主任来说说他童年的回忆。你好，我是头屋国小校园特派员陈伟杰，很高兴来访问您。明天就是儿童节了，请问你对童年时光有什么回忆吗？哦，儿童节哦，唉，离我太远了。我小时候我最怀念的就是，元宵节的时候去藤柳，糖是什么？每个人都藤柳。哦，你要的都糖水。藤柳就是元宵节的时候舞龙，我们一大群的小孩子跟在那个舞龙队的后面，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然后放鞭炮那种热闹情形哈。像那个三角公园，你们回去问你们的爸爸妈妈，那个实在是。跟现在的那个盐水风炮那个情况不相上下，所以我小时候最怀念就是藤柳。那主任，你可以说几句话勉励同学吗？我现在离童年太远了。我小时候1、2年级的时候，就跟你们一样，非常不喜欢写作业，经常要被老师留下来。所以我现在很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好好写字，所以我现在字写得很草很丑。所以我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好好把握现在的学习时间，努力学习。谢谢。谢谢主任。美玲，你来学校的时候有看到围墙上的荣誉榜吗？对，我有看到，还有看到学生们，还有老师们。都参加全国性的比赛，都得到很好的成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你的同班同学，洪子薇啊，他不是你的同班同学吗？对啊，他才刚拿到全国木球赛全国第2名。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感想是什么吧。洪子薇姐姐，恭喜你获得103年全国木球锦标赛女子个人组得到第2名，谢谢。我想请教你学木球多久了？大概2年了。学到的秘诀是？打木球的时候要稳重，不能分心，这样子球很容易打歪。而且你在开球的时候一定要说球来了。不然很容易把人的脚打伤。谢谢您。我想请教您在过程中得到什么收获呢？打木球可以修身养性，而且它让我变得更稳重，更不会分心，也让我收获很多。那压力会不会大呢？不会，打木球让我的抗压性变很强，所以我不会太有压力。那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奖牌吧。头屋国小的特派员邱庭轩，谢谢您的访问。谢谢彭子薇姐姐接受我们的访问。不会。希望你有更好的成绩。谢谢。头屋国小校园特派员邱庭轩。欢迎各位同学来参加体育团队，不只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为校争光哦。俗话说，名师出高徒，紫薇会有这么好的成绩，都要感谢李桂昌老师。李桂昌老师在我们学校可是体育健将哦。那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呢？我不知道哎。那我们来听听李桂昌老师说的想法吧。你好，好，请问您为什么那个体育这么好，然后让彭子薇小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呢？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访问啊。那也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哈。那平常在指导这个运动啊，大概就是一个持续永恒的那个一个意志力了哈。那我也不会对我自己目前的成绩来满意哈，因为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哈。那我也要告诉小朋友说，凡事就是说要起而行的哈，不要说只有空想啊、空谈，那实际去做啊，积沙成塔啊，那将来就会有一番的好表现啊。美玲，我觉得头国小校园好美丽哦。怎么说？1月开梅花，2月开樱花，3月开杜鹃花，现在4月苦楝树也开花了呢。什么是苦楝树啊？那我们就来请校园特派员陈伟杰带我们去认识苦楝树吧。大家好，我是头屋国小校园特派员陈伟杰，欢迎收看绿园寻踪单元。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身后这棵苦楝树，它的花瓣为紫色，通常在4月开花。当一阵风吹来，它的花瓣由随风而下，那种景观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寒冬时节，苦楝总是叶片落尽，看起来像是枯死的样子。可是春天一到，又绿意盎然。苦楝株高约10到20公尺，树冠伞形，树皮呈暗灰色。那在台湾哪里可以看到呢？苦楝分布于中国大陆、韩国、日本、琉球和台湾本岛。在台湾，除了低海拔的开阔地、林园、石勒地、荒废地与贫瘠的环境常见之外，由于其生存能力强、抗旱、耐盐、耐污染，而生长又迅速，根生而立于水土保持。再加上春天有如薄雾般美丽的紫花，夏天有宽阔的树荫，秋天有金黄色的串串果实，冬天落叶前还有变黄的叶色，种种美好的特征，使其适合作为造林树、行道树、公园树。听完伟杰的报道，我觉得苦楝树好漂亮哦。对啊，而且苦楝树不止在司令台旁边，还有一棵哦。那是在哪里呢？好啦，告诉你啦，是在幼稚园旁边。哦，原来是这样哦。对了，美玲，明天就是4月4号儿童节了，听说校长要准备神秘小礼物给我们大家哦，我好期待哦，真希望到来呢。那我们就邀请校长来解开这个谜题吧。可爱的头屋好儿童，大家好，好高兴哦！期待已久的1年1度的儿童节又来了吧？明天就是4月4日儿童节了。在昨天，我们在活动中心有乡长、会长还有校长送给大家的礼物，所以相信呢，每个小朋友都已经满载而归。那么我们头屋好儿童校长要祈勉各位的是，记得哦，每天要3好，存好心能够心存正念、正向思考，说好话，常常说鼓励跟赞美的话，做好事，日行一善，帮助别人。还有不要忘记养成3多的好习惯，多运动，多读书，多做家事，每天3好加3多。校长祝各位同学福气好又多。儿童节前，再祝福各位我们所有可爱的小朋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为了让大家更健康、更快乐，宣布一个神秘小礼物的好消息，就是等一下大家可以下课到8点50分再上课哦。这大概是1年1度最长的下课时间了，大家尽情享受吧。儿童节快乐！
哇，时间过得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呢。第一次上主播台，好紧张哦。对啊，今天的儿童节专题报道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俺是谁？张伟了。春天的故事，让人慢慢冲。头发可来跳发哪里高？溜呀啊溜溜，我头发满山岗。天公落水。
头发满山岗，天公落水桥潦草，发梳还爱唱，爱唱，发梳还爱唱，爱唱。